31号上午来到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珍的服务处，会使看到有真侪民众正咧排队准备领物资。这是由着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珍所举办的寒冬送暖的活动。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有搁较侪家庭需要帮忙，透过民生物资的发放，予北区甲中西区的弱势民众会使有够用的物资来过年。同时，即届也甲其他议员甲议长郭信良共同合作举办，扩大帮助的范围。今年咱知影讲疫情的关系，其实有足侪需要搁较侪帮助的人吼，所以今年阮除了家己的区域安南区、北区、中西区以外，基本上我们有甲咱的周丽晶议员，还有蔡旺全议员，还有陈秋平议员，针对他们自己周边更需要帮忙的人，我们也做了协助哈所以我们跟怡珍议员一起来针对有一些弱势，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物资有增加。就是说，我们可能多了一些比较实用的泡面啦，还有干拌面这一类的，让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免烦恼讲伊要去倒食物件尤其咱的一寡民生物资当中来合作，所以我相信今年的状况，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地方的社团也做了很多的协助，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在关怀弱势当中，也是都是情境我们都是直接因为这个实名制，然后还有所谓的戴口罩，我们做好防疫，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关怀弱势也不会因为疫情而受到影响。这届所准备的物资也拢是以着民众日常生活的用的物件为主。有个使帮助到3000个家庭，一起来关怀这个寒冬送暖弱势的这个活动。那总共发放我们大概有3000多户的中低收入户来协助，希望能够协助这些弱势朋友们在这个寒冬当中，快过年了能够过个好年。那我们今天准备的物资也非常丰富有干拌面啊，有统一肉燥面啊，然后有一些生活的用品啊，像那个卫生纸啊、沙拉油啊、酱油。然后那个还有很应景的春联等等也希望说让所有的好朋友低收入户们呢都能够过个好年。同时，议长郭信良的服务处也有发放物资，甚至邀请义诊、甲拍流感疫苗、甲善心团体准备点心、写书法等丰富的活动。会中议长郭信良也亲自发放红包给民众，希望予来参与的民众都会使感受到社会温暖甲关心。我这边每年都会发放物资。已经达到将近20年，那总共的物资呢超过了5000万。那今年特别呢，除了春联物资以外，增加义检，还有乐队，包括我们的流感都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流感会这边？因为他们比较方便，还有煮瓜这个咱的800万咱这乡亲，甲团要来这演奏来讲莫互大家紧张。气氛都较和谐，为咱这领这个物资呢，快快乐乐、欢欢喜喜，可以当坐一下那个休闲食一下800万春联呢，会当加等落来呢加摕较好的倒一搭。今年特别呢这个9点档的那个戏说台湾的一个演员也来发放我们的这个湿纸巾，真的感谢他们，谢谢社会善心人士的付出，在此预祝大家新年快乐。随着年关的接近，社会各界也纷纷投入社会公益，希望予弱势会使过一个安心的好年，也呼吁企业会使来帮助有需要的民众。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